行政院长杜英泰上任未满一冬，今仔日和秘书长景明欣，也有副院长郑丽君召开记者会来报告因的施政成果。最近也针对着这个关税战的应用，也有郑丽君率团去美国谈判的进度，拢做一间来说明。诚恳的呼吁朝野一定要进入到合作的一个境界里面，才能够完成这些工作。就这周年记者会，杜英泰搁再呼吁朝野团结，才会当应对世界变化。因为美国对顶关税冲击，台美4月底已经进行第一届谈判。带头的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强调讲，咱台湾的基本立场都是维护国家甲产业利益，守护国民健康甲粮食安全原则，并无讲到汇率的议题。我们有信心台湾透过扩大对美采购对美投资，来促进双边贸易的平衡。我们期待未来透过促进双方的投资，不仅台湾扩大对美投资，也欢迎美国来台湾投资。杜英泰表示，咱的态度是为零关税开始桥，会看国际谈判的状况，可能会小可调整。若美国的半导体调查，台湾伫咧初七已经提出政府意见书。台美双方在半导体产业有高度互补的关系。如果美方对我相关产业再加征关税那其实反而会弱化我国产业赴美布局的能力那增加供应链断裂的风险。郑丽君嘛讲到，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定年当咧韩国参加 APEC 的贸易部长会议，有和美国的代表进行双边会谈，为后一届的商议做准备。除了关税冲击，国内能源政策嘛是焦点。5月17日，核三厂2号机就要停放，台湾要进入无核能的时代。不过，立法院的核管法嘛修法通过，这核三厂敢有机会继续放，或者是重新启动？杜英泰敢讲，这核安会会启动相关的安全检查，由核安会来做专业技术的认定，之后我们才能由经济部跟台电来决定是否要启动这样的因素，这样的一个程序。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很精确的算出说这个程序要多久。杜英泰强调，目标2026年再生能源的发电比率要达到2成，2034年台中火力发电厂要做到供电免烧脱碳，要继续向减碳目标向前行。不过伊嘛讲，对新式核能是保持开放的态度。公司新闻综合报道。